廣東有冇始建於唐朝嘅古建築呢？有，就喺湛江雷州雷祖祠。話說1400年前，唐太宗李世民任命陳文玉擔任雷州首任刺史。陳文玉勵精圖治，雷州人民生活幸福，從此尊稱佢為雷祖，就起咗呢座嶺南第一祠雷祖祠。裏邊有1000年前嘅5代石人，仲有乾隆皇帝親筆題嘅茂時玉物。注意個時字多咗一橫㗎，因為乾隆希望清朝嘅時間長啲，同錢塘江潮並列為古代天下四絕嘅雷州換古就同呢度好有淵源。北有西安兵馬俑，南有雷州石狗，同兵馬俑一樣，每一尊石狗嘅樣都係唔同㗎。秦始皇時期就有佢啦。你睇呢尊石狗王幾咁英偉，雷州話叫助交，係雷州人民嘅守護神，國家級非遺。古代雷州婦女呢，如果想多子多福啊，就會請佢飲一碗番薯湯。如果你想2胎3胎呢，一定要嚟雷州博物館呢度揾佢啦。海上絲綢之路最受外商歡迎嘅雷州窯陶瓷，以青黃釉褐彩著稱，從唐代開始逍遙，宋元達到頂峰。裏邊嘅人物呢，髮型都唔同㗎。雷州博物館除咗有嘢睇，仲有嘢玩。你睇下，我自己將雷州石狗王拓印出嚟啦，係咪好靚呢？杭州有西湖，雷州都有西湖，不過以前呢叫做羅湖。自從蘇軾同佢弟弟啊嚟呢度玩完，飲酒賞月之後好開心，就改咗名叫西湖啊。寇準仲將宋朝嘅中原漢語正音教俾雷州人，所以雷州話保留好多古漢語嘅。佢有8個聲調，讀唐詩宋詞好押韻，我都學咗幾句雷州話啊。嚟雷州記要食牛雜啦，阿姐有咩食啊？牛肚、牛腸、大腸、細腸、牛膀、牛筋、牛脷，有牛肉、牛腩，樣樣都嚟一樣，爽口彈牙又入味。雷州人由細食到大，一定要嚟試下。杭州西湖雷峰塔有白素貞，雷州三元塔都同蛇有關。明朝萬曆年間修塔挖地基，發現3隻蛇蛋，有三元及第之兆，於是起名叫做三元啟秀塔。如果你想仔女學業有成，就嚟塔下邊行翻轉啦。外邊睇有9層高，實際上有17層咁高，係古代雷州最高嘅建築物。我喺雷州曲街，450年前嘅明朝呢度叫做迎秀街，後來19世紀起咗好多歐式建築同埋嶺南騎樓，好多靚女靚仔呢着住舊陣時啲衫嚟呢度影相打卡，真係靚爆鏡啊！好似穿越咗翻去以前一樣。曲街行2步就係下河里，呢度有好多古色古香嘅巷仔。呢座呢就係清代雷州船王溫兆祥嘅故居。古代雷州先民最中意就係鼓，因為鼓聲就好似雷聲，鼓聲一響，雷聲滾滾，有雷先有雨噶嘛。廣東人以水為財。茂德宫古純度假區是國內首個古文化主題度假區，國慶假期每天都有精彩活動。嚟古城玩，記得要嚟3間5房食地道嘅雷州菜，雷州三絲燒豬肉、海鴨、海鮮煲。哇！音樂響起啊，仲有本土嘅雷劇睇。夜晚嘅夜晚嘅古城真係東風夜放花千樹。西遊記啊，孫悟空八仙過海，二師兄都嚟埋啊！咁多真人 show 啊，真係我哋廣東人嘅大唐不夜城啊！玉兔精嚟搵我啊！講起夜景，點可以錯過曲街啊？一條曲街半部雷州近代史，騎樓同花燈交織，真係花市燈如晝，月上柳梢頭，人約黃昏後。國慶期間有好多活動，等你嚟打卡。